咦，好啦，仲有成個鐘頭阿媽先返，我可以打半個鐘頭機，跟住再做家務都啱啱好。咦，點解我打咗咁耐，個鐘都仲係5點幾？吓，原來個鐘壞咗，仲有15分鐘阿媽返到，死啦！快啲做埋啲家務先。唉，好在勉強做得晒。原來平時以為要半個鐘頭嘅家務，係可以15分鐘內完成。你試下俾5分鐘自己，其實你都可以做得完噶。你講笑啊？我講真噶，呢個就係 Parkinson's Law。呢個法則係話，你預幾多時間完成工作，你就會用幾多時間先完成。你本身俾自己30分鐘時間做家務，你就會用晒30分鐘。但如果你淨係俾自己15分鐘，你都可以完成，因為你會更集中同高效率。即係其實我平時俾自己太多時間，結果慢慢嚟，仲浪費咗時間。係啦，如果唔信，試下，你將啲家務分細啲，設定短時間挑戰自己，可能會有驚喜。哇，真係得喎！我以前以為要成日慢慢嚟，原來設定短時間反而更有效率。